这毛豆一档的外销呢，大概是23亿，这当中销去到美国的是占2成左右。也毋过，即马受到这关税影响，毛豆外销的市场比例是有降低，所以农粮署是来推出支持方案，补助业者甲卖场来办活动，希望会当帮助在地农民来度过关税冲击。毛豆有真悬的营养价值，真侪店家最近拢有在举办试食优惠的活动。业者表示，因为有促销小卖的关系，国内的销量有明显的增加，民众嘛真捧场，起炒袂歹，95块就可以加价购1包。那想要这样子会增加你们民众想要购买的意愿吗？会。我觉得进货量是有增加，然后业绩上面有增加50%。对，感觉上客人会去拿这个来买，会去购买的欲望也会增加。根据农业部的资料，台湾的毛豆每年外销的金额有23亿，其中销去美国就有4.3亿，占全部的2成。但因为受关税的冲击，目前台湾的毛豆外销量大受影响，所以农粮署嘛提供支持方案，扩大国内行销。也有提供补助，办理一些地区性的行销活动，或者是全国性的一个跨域活动。那如果是地区性的一个行销活动的话，我们大概会就是每个案子大概是可以补助80%的一个相关费用，那最高补助那个50万元。那如果是属于那个跨域性、全国性的一个整合行销活动的话，我们就会依照它实际上提出来的案子来做一个审查。那每案最高就补助200万元。为了增加毛豆在国内的销量，农粮署和业者合作，推出真侪优惠活动。面对关税问题，农业部呼吁民众支持在地农民，未来嘛会推动更较侪优惠来刺激内销。记者陈兴东、王兴忠台北报道。